澳門文物建築修復面臨標準模糊、審批混亂、規範缺失問題。議員陳孝永提出書面質詢，關注受保護文物建築嘅保育同修復監管。第一，受法律保護古建築，到而家都未有統一修復技術標準，特別係外牆修復，長期冇明文規範，審批靠人員經驗決定，尺度成日不一樣，搞到業權人申報極度被駁回。第二，維修審批環節，材質認定、外牆顏色、施工工藝、現場監管，各個環節審批標準不統一，不同批次、不同區域，審批尺度唔一致，大幅增加申報嘅時間同金錢成本，仲容易破壞歷史建築嘅原有風貌。第三，現有保育規則只管施工階段修復，沒有規定後續常保養、定期檢測、病害防控統一標準。修復原文物建築，因為後續保養沒有標準，出現牆身老化、外牆剝落、建築病害翻發等問題，難以做到長效保育。政府應該編製文物修復技術手冊，訂明外牆修復強制標準，統一跨部門審批程度，建立標準化審批流程，將施工驗收同後續保養規範納入強制性文物管理體系，搭建審批施工驗收保養全鏈條標準化保育體系，提升文物修復保育專業水平，守護歷史建築嘅文化價值，先至可以令文物建築一代代傳落去。你覺得政府應該如何優化文物修復監管？留言區話俾我知。